这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裔，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代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以上。请本堂许成凯牧师来讲道，题目领受使命，领受使命。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再次让我们聚集，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看见我们自己的使命以及我们所当行的路。愿主你亲自带领看顾，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告诉你隔壁的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个很大、很开心、很好的好消息。在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都很高兴的在领受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一个好消息。因为耶稣的复活，然而这个盼望是让我们知道死亡已经无法再威胁我们了。这是耶稣道成肉身所带来给我们的祝福。不过曾经有一个小孩子曾经这样问我过，他说那时候我还是在团契的辅导，他问我说，为什么每年都有复活节？为什么？为什么每年都有复活节？那么耶稣每年都复活吗？一个小孩子的问题，其实带给我们的思考。那么你该怎么样回答？你要如何回答这个小孩子他很直觉的他这样的一个反应呢？在今年的过去这一个礼拜的受难周里面，比利时发生了连环的恐怖攻击事件，造成许多人的丧生。然而这几年，我们也看见在国际上发生了接二连三、不断的这些恐怖的事件，而世界的几个强权大国就对伊斯兰国这样的一个敌意，也对他们采取了许多报复的行动。然而这些报复的行动却不能停止一场又一场的恐怖悲剧的发生。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人仍然活在那个恐惧之中。那么我们如果把镜头转回到台湾，在过年前的一个大地震，使得许多的家庭陷入困境，还有在那段期间天气剧烈的变化，一波又一波的冷气团，让很多其实不应该下雪的地方都下雪了。让我们桃园也有些地方我们也下雪了。这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到底上帝要对我们诉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我们常会说，我们无法妥善按着上帝的心意来管理这一块的土地，来与人有和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势必要付上代价。所以，当我们每年只是用过节的心态在迎接复活节，我们无法真实的经验或体验到耶稣救赎的恩典，那么过节就成了我们习惯的一个节日了。然而，在复活节的之前的受难周，耶稣经历了死亡。然而，死亡在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是分离。这个分离是说人与上帝的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是很痛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体会一下，当我们亲爱的家人、朋友死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心都会很痛。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复活，透过复活带给我们是盼望，所以复活在圣经上的意义是更新。这个更新是人与神分离的这个关系的一个更新，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的更新。所以复活所带来的更新，就成为我们人生的盼望，是我们将来再相见的一个期盼。那么，我们透过这样子，我们今天不仅是要很高兴的来迎接主耶稣复活，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传扬福音的信息。透过今天以弗所书第3章，保罗被呼召。我们知道保罗被呼召，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后书1章第1节看见，他说是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所以保罗很清楚在这边说出他基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也透过他的一些书信，看见他是在教会当中，他不断的在培育和带领着教会的弟兄姐妹。保罗有这样的自我认知，是因为他直接的从复活的主那边而来的认识，他对自己这样的确信，其实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在新约当中，他所写的这些教牧的书信，以及给这些教会的书信当中，其实他一直不断的在为他使徒的身份在辩护。特别在哥林多后书、前后书、腓立比书、帖撒罗尼迦当中，他不断的在说，我是奉上帝的旨意做基督耶稣的使徒。那么我们是否也跟保罗一样，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呢？在今天的经文，保罗一开始用一个很特别，他说我做基督耶稣的囚徒，他来形容他自己。他这样形容并不是为了推销或自我广告，他是要向人来说明他的经历是为了外邦人而做使徒的。当他写这封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当时他人正在罗马的监狱当中，他被关在监狱里。而他被关在监狱，其实他可以不用被关，因为他本身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是可以被释放的。但是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愿受到监禁。那么囚徒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囚徒是指没有自由的人，不能够按着自己的意思，只能按着主人的旨意去做事情。所以保罗在这边说，他为了他成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徒，意思就是说自己被耶稣基督抓到了，他不是靠着自己的想法要为耶稣做些什么事情。所以当他被耶稣抓到之后，他就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明白。所以他在这边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奥秘。有时候我们会想想，到底我们信上帝，这当中有什么奥秘呢？这奥秘是什么？那么我们要回到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四处建立的教会，他的每一间教会
里面都是多数人种，也就是说，超越了种族隔阂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奥秘不是隐藏看不见的，不是让人家不明白的事物。奥秘是一种让人知道以后，会浮现出一种很喜悦的感受。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一些消息，我们会心里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其实奥秘比那种感受会更加的喜悦。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原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或成就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勇敢的回应上帝的呼召以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之前所担心的都不存在，自己可以做的竟然是这么多，所以你的心中就会充满着满足的喜乐。保罗曾经用使徒来形容自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他用囚徒来形容，接着他又说自己是福音的仆人，自己是福音的仆人。按着经文当中，他说是比上帝百姓中最小的还要小。我们或许会觉得保罗怎么越讲越谦卑？其实这个原因是保罗要让人知道，过去那个抓基督徒、迫害教会、杀害基督徒的这一位保罗，他已经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抓住了。他被抓住之后，他就被吩咐要去服侍原本他去攻击的那一位主。他形容自己所要做的，将是猜不透的那个丰富的恩典，要分享给外邦人，而且他要告诉众人这个基督的奥秘，也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存在就是上帝的奥秘，教会存在就是上帝的奥秘，是为了要让人知道以及认识上帝。所以当教会如果失去了这个让人认识上帝的目的的时候，那也就失去了教会存在的意义。在经文的第10节当中的叙述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被形容在天上掌权执政的势力，也就是在灵界当中存在着。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很普遍的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他说，在地上的教会一直与在天上的恶势力在交战，但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借着基督，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得胜的确据。所以保罗更在后面更交代信徒，不要担忧他在监狱当中受苦，因为保罗在那个时候，他是为了向罗马皇帝来上诉，所以他那时候并不是真正的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在监狱外面的房子租一个房子，像是被软禁一般。不过他仍然有罪人的身份，所以因为他有这样的罪人身份，这些信徒们很担心。不过保罗反而说，能够为基督的福音受苦，反而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能够为基督福音受苦，是一件光荣的事情。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每个人都被上帝所呼召，我们都被上帝呼召，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向保罗来学习，为基督的福音受苦。看向你隔壁的，然后告诉他说，我要为基督的福音来受苦。大家都讲得很小声齁，那我相信下一句你们会讲大声一点，说这是荣耀的事情。果然真的比较大声。所以我们想一想，保罗给我们基督徒对于宣教的一个回应是：你我每一个人
都蒙受上帝的拯救，这就是一种被上帝抓住的感觉。既然如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上帝都安排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宣教的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我们有的人会成为宣教师，有的人成为牧师，有的人成为医生，有的人做老师，也有的人是家庭主妇，有的人在不同的位置上面，有的人在教会当中当长老、当执事、当小组长，或者是在不同的服事的位置上面，我们都一起参与在上帝宣教的计划当中。这个就是一种奥秘，因为我们原本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甚至在还没有跨出脚步之前，我们就会受到许多自己内在的声音在告诉我们说不可能，或是你有些想法会阻碍你去做这一些宣教的服事，会告诉我们不行，或者说我的身体不好等等的这些声音会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可是当我们选择不计一切的后果跨出去走出去，那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原来自己可以做的竟然有这么的多。所以在那个时候，你的生命当中就会涌现出一种自然的喜乐。这个喜乐是别人无法给你的，这个喜乐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实的体会到，原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原来这就是奥秘。所以基督徒若没有体会到奥秘，我们就很难对别人说我体会到恩典的甘甜。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一种回应的态度，就是要我们如何去得到基督的恩典之后，我们要持续不断的分享出去。在这当中，我们要如何从上帝那边领受这一份礼物之后，这份礼物你得到的喜悦，你要如何再将这份礼物传给别人呢？因此教会的存在就是一种奥秘，就是为了让人认识基督。教会也要在一种不断突破框架的过程里面，去找到耶稣对教会的心意。我们教会今年迈入第51年，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有许多的信仰前辈一步一步的在宣扬福音，让教会从小组的关怀，将爱分享到我们的周遭，对外事工的连结，关怀弱小等等。其实在我们每年的和会手册那一本厚厚的和会手册里面，都记录着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回头一看，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奥秘。所以当教会不看自己被很多的条件限制的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去看见基督那看不透、猜不着的这个丰富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应该走怎么样的步伐？就是突破自己所框架、自己所设下的限制，勇敢的走出去，去领受上帝的带领。更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要做些什么，而是上帝要我们去做什么，是上帝要你我去做些什么事情。在新约当中，保罗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我们看见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完成使命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为教会祷告。他用一种非常敬虔的态度，跪下来为教会祷告。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祷告都是站立着祷告，所以如果我们经文往后读，在第14节里面，这边特别提到保罗他说：“我屈膝祷告。”
可以看见他热切的态度，他为教会在祷告。那么他为教会在祷告哪些事情呢？第一个，他祈求上帝赐下圣灵的力量。这个圣灵的力量是要让每一位弟兄姐妹内心的力量得以刚强起来，拥有强壮的生命。在遭遇到各种信仰的挑战的时候，与天上掌权的势力在搏斗当中，他求上帝赐下圣灵的力量，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强壮的身心灵，胜过一切。然而这个不是靠着人的力量，是唯有圣灵才能带来真正的力量，来健壮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第二个，保罗祈求基督，因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完全的相信，祈求圣灵就住在他们当中，基督与他们同在。这也是呼应着以弗所书里面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因着对基督的信，完全的相信，上帝、圣子耶稣、圣灵就会与我们同在。第三个，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是，祈求上帝赐福给以弗所教会，在信仰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在爱心上生根立基。然而在后面这个说生根立基，保罗用的是一个不同的比喻，两种不同的比喻。生根源自于原意，表示植物在土地上面牢固的生长，而立基是一种建筑的语言，它指一个大的建筑物能够以它为基础，向上不断的建造。所以透过基督的同在，我们就能够体会到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3章，最后他更颂赞的一个祈祷，他让我们看见上帝能力显现的时候，是在基督的身上，同时也在教会当中。因为教会与基督是一个亲密的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往往超过我们所想的，超过我们所祈求的。其实上帝会按着我们所祈求的，照着他的时间来赐给我们。或许我们未曾想到或不敢祈求的，但是只要我们合乎上帝的心意，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领受到最大的恩典。那么我们就要来完成我们应要完成的使命。教会是靠着祷告得以建立起来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也是保罗亲自在做的。通过祷告，我们可以发掘上帝在教会中的奥秘，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现在的台湾，很多的教会都在寻找方法，寻找各种可以帮助教会增长的宣教策略。所以曾经我看过一本书里面一个报告说，有一个教会的观察团，他到一间儿童青少年人数成长的教会，他们就去找那位牧师，请那位牧师来分享他们教会当中的人数如何的增长。这位牧师他在分享当中，他无法有系统的说出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策略，他只能分享着他如何为着教会内的所有的人，青少年、儿童来祷告。所以当这个观察团里面有些牧长，他以为他在藏私，不愿意告诉他们说他们有什么策略，告诉他们有什么秘诀。其实这位牧师他讲的唯一的秘诀，就是在祷告当中寻求上帝在教会当中的使命，
就用祷告来寻求上帝，让上帝的灵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来塑造教会。祷告是需要练习与操练的，不仅是需要练习操练，更需要有纪律来维持。只有当我们真的抓住最重要的那个价值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得以被改变与突破。保罗说他是福音的仆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基督福音事工的仆人。我们所能做的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微小，但是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无法靠着人去解决生命的问题，我们无法靠着我们个人的力量去解决别人生命的问题。我们只有依靠着圣灵，让圣灵来带领，我们才能够陪伴对方他生命上的需要。所以祷告是很重要的，是顺服上帝主权带领的一种表现，是只有将自己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才知道要如何祷告。我们只有将自己完全的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才知道如何去寻求上帝的心意。保罗为教会的祷告带给我们一种很重要的学习典范。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义，我们要让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知道如何活出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就是奥秘，它不是秘密。有时候我们领受到很多的东西，我们以为那是我独享的，所以就把它当成一个秘密，把它藏起来，不让人家靠近。其实保罗在告诉我们的是，福音必须被揭露出来，因为有生命的地方就有上帝创造的奥秘，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体会这一份奇妙的爱。在过去的这一周里面，虽然是耶稣受难的日子，今天是耶稣复活，我们不是自己在里面很开心、很高兴的领受主耶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和喜乐，更重要的是看见耶稣带来的恩典，看见我们每个人领受的使命。受难帮助我们更深刻的去看见人生命当中的困境，也去看见整个世界的困境。但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停留在受难而已。这个礼拜，我们迎接复活节的来到。复活意味着一种生命的转变。当我们改变了过去不好的习惯时候，我们复活了。当我们察觉到自己如何破坏人与人、人与土地以及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带着悔改的行动与人和好，我们复活了。当教会以真实的影响力向整个社会来发出声音，来宣扬主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也复活了。当基督复活的信息在这边在传扬的时候，不是我们个人来领受，是耶稣基督邀请着我们每一个人，邀请我们每一个人看见责任，做出回应，为整个世界带来祝福。告诉你隔壁的说，你有责任要来祝福整个世界。好像没有信心。有，我们就一起来为这个世界祝福。我们同心来祷告。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不只是单纯的过一个复活节，我们不是自己在领受复活的喜乐，我们透过耶稣你的受难、你的复活，
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当中的困境，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责任，让我们要去宣扬你的福音，让我们领受使命，在我们生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不同位置，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来为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祝福。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回应，以及有行动，让我们也看见你的恩典，让我们用祷告来领受你那真正的旨意。愿主你亲自帮助。此时我们要用主耶稣教导的主祷文，同心开口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